为了国华街观光精华地带原中正理活动中心，因为年久未清，已经有安全顾虑，伫各界努力争取，中央甲地方合力编列3502万的铁道重建经费。12月2號，伫台灣國小人西隊的熱烈助陣，甲在地鄉親的見證，老表7擺工程終於會當順利動土。市長吳偉霆嘛親自到場主持典禮，場面盛大。將土，海地平安金金地國，你將土，祝福動土順利，天意注定。三將土，祝福港平光環。那可以看到，这个前海友活中心可以说是位居蛋黄区中的蛋黄区，一方面在国华街，一方面又是人来人潮、熙来攘往，很多观光客、很多市民朋友们都来这边，所以预期这个活动中心的使用率会非常高，不管是里民们的活动，甚至可以支援周边的一些活动。因此呢，我们期待这个改建拆除改建能够越快越好。那这个工程能如期如职完工，早日提供居民一个安全又新颖的一个活动空间。市场口中黄金地段的青草活动中心附近，也有西市场的古迹特色，地方基台除了打造优质的活动休闲空间，卖当尽数员工互相结合来再造欢迎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现在是假日游客非常多的地方哈。那工程的进行一定会影响附近的一些商家摊商的一些生意哦。也希望说工程加速完成哈，然后让我们恢复这个地方呢过去那个热闹的场景哈。尤其这个活动区的对面哈，贵起的许丹短菜旗的3排卖店哈。那这个地方目前整个进度其实看起来是蛮严当哈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加速完成，不要活动已经做好，结果换成市场这边在做，希望2个工程都能够加速来完成，然后带动整个地方的商机。根据民政局表示，新的建物将有2层楼，工程预计112年完工，到时将有展演在地教室等等功能的使用。台湾新闻军事何超邦采访报道。